幾厘米長嘅清章魚可以用嚟檢測水入面嘅雌激素。呢一啲經過基因改造嘅清章魚，如果接觸到含雌激素嘅水，身體就會發出綠色嘅熒光。雌激素含量越高，光度就越強。大約係用咗1年半嘅時間嚟到決定係邊一個特別嘅基因組係可以令到我哋有一個靈敏嘅測試，嚟到知道可以對呢個類似雌激素物體有呢個生物反應。咁我哋大約1年半到。咁至於製造呢啲清章魚嘅時候呢，我哋就大約用咗1年嘅時間。要培育呢一啲具試劑功能嘅清章魚，要喺佢哋仲係胚胎嘅時候，就要注入一個能夠感應雌激素嘅基因。利用清章魚嚟檢測雌激素嘅方法，比起傳統嘅化學檢測方法，成本降低90%。化驗最快4個鐘頭就有結果。呢就可以喺鹹水裏面生活、鹹淡水裏面生活同埋淡水裏面嘅生活，咁就變咗令到我哋應用我哋做呢個生物測試嘅時候呢，就可以比較廣泛啲啦。我哋發覺我哋普通食海鮮嘅地方都相當好，只不過係鯉魚門有一個微量嘅類似雌激素物體，同埋九龍城碼頭啦，九龍城碼頭都有呢個類似雌激素嘅物體，但係呢兩個地方嘅水體樣本呢，都係話俾我哋知係只不過比較微量，我哋唔需要有咩恐慌嘅。究竟雌激素污染物係嚟自邊度嘅呢？我哋問過環保署，佢哋回覆話，如果市民或者寵物服用含有荷爾蒙嘅藥物，佢哋嘅日常排泄物入面就有可能含微量嘅雌激素，經過排污系統再流入海港。睇嚟想避免食物受環境污染，可以由自己做起，就係保護環境同埋保健啦。香港寬頻電視記者胡海文報道。